嘿嘿，大家好，大家好，直播开始了。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你好。对，其实咱较早伫另外一边嘛，差不多是这种的开始的方法。无啦，顶届迄落较迄落啦。较顺的吗？嘿啊，较迄落较袂遮惊。是。我今日较惊。莫紧张。等下来到遮吼，咱来讲的是这个台湾有一个哈利坞。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有台语。讲台语电影的故事，对。那咱等下邀请两位呢，是要来甲大家讲拍戏的过程，所以舞台剧的这个办的过程。啊，当然啦，你若是想要看这个戏的话，起码你会当长线来去买票，这样比较快，好不好？咱讲较明的。慢慢，唔是啊，是听阮介绍以后才可以落啦。啊，对啦。啊，等下甲大家讲票买无啊？对啦，票买无啊啦！咱来上直播，给个票就买无啊啦。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做到这里。拜拜，谢谢大家。就咁咯。安尼嘛袂使，好啦，我是介绍一部电影。太介绍了。最后一部嘛是重要吧？我嘛是希望会使有迄落加演啦。对。卖完就加演。对啊。卖完就加演。到这两天就决定。好，那先甲大家讲哈，这个舞台剧的演出的时间是6月14至6月16，拜五拜6个礼拜，啊拜六是2场，下晡甲暗时啊。对，城市舞台。台北市的城市舞台。对啊，不过这本算是第一摆演嘛吼，初演。哦，这是第一遍，世界首演，正式演出。较早无捌过这题目。我印象中剧场唔捌做过台语电影的主题，唔捌做过。台语电影主题其实就我来讲的话，有咧卡到吼，就是有咧影响到应该是国家电影中心。啊对，伊做这咯，以早的片。资料。资料较济嘛。啊，过来就是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阿嬷的梦中情人》。对的，阮这出就是改编自《阿嬷的梦中情人》，但是剧本有一个改，差真济。有啦，改做济。伊个是女主角。你是买一个概念安尼？就是讲其实拢是卡到这个60年代台湾的台语片的市场。对，黄金时代。对。所以讲啊，大家咧想讲啊，台湾有一个哈利坞到底伫倒哈？甲大家提示一下，其实这足简单啦，就是伫这个内湖区嘛吼。内湖区啊？唔是吗？哎哦，台湾唔是台湾哈利坞，唔是北投，北投吗？北投，上迄岛的外景，小平顶拍下袂煞，地形是千百万。直接唱一段。对，直接唱一段。对，因为北投其实是让台湾台语片吼拍上一个这个所在。是。其实当时台湾其实有做一个拍片的这个电影公司吼，全台湾拢有，但是啊，要出外景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伫北投。对。因为北投有做特别的温泉。对。芦霞。啊，佮有地形。火车头。伊个拢安尼嘛，地形拢安尼嘛。对啊，所以讲要拍啥物其他的片拢会使。听讲以早咧拍迄台语片当阵吼，迄真侪迄落历史内底，门一拍开就是一个场景。哦。遮尔方便。对啊，因为在迄个房间内底做场景啊，怎么拍？很多演员拢困伫遐。就等于讲，即摆 S 力啊，拢伫迄个内湖拍片共款的对。然后艺术是安尼。对，我无讲对一台好，我是讲 S。你会看讲啊，奇怪，台北市敢若场景拢差不多吼，因为即摆台湾的迄个电视哈利坞已经搬来内湖区啊啦。啊，对。对啊，好，那等下来到遮来除了讲这个戏之外吼，咱是来进行这个台语的考验。不管咱出的题目啊，第一题吗？这题开始啊。第一题哈，这题还有10题哈，也还好。对啊，第一题。忙啊，它那蒙嘛，不是蒙啊，就是蒙啊，那个糖啊，个边一个糖应该就是蒙啊。谁会跟我们说我们对不对啊？那个解题的，来就交给你解题了。有人要解题吗？这条。蒙啊，蚊子。对啊。但是我感觉台语好讲，歹看。对，因为字较歹辨识啦。因为较少，基本较少写啦。啊，就变讲大家较袂记字安尼用啊，定使用就会出来。对。所以讲你要伫公司台语台看到这两字，你就知影帮啊。好，来下一题。来。这若为字看两只糖伫啦，但是我真想要讲乞食，但是乞食毋是糖啊。毋是啦，这两字。
其实这这我无介意其实咱电力选的字吼，拢伫咱的迄个嘿教育部有一个台语700字，词典来安尼我的。有700个字来的。加抓，嘎抓，答对了，嘎抓安尼写哦，对，对加啊，抓。哦，安尼大家爱记互调哦，这两字嘎抓哦。哎，哦，第一摆我开有看，心，我后背网的，友拢知影啊，你看网友啦有条加抓。所以我甲你讲，迄个网友较巧啦，阮迄种较戆的才会做应该。来，后一题，啊，这两字看起来，哦什么，hip 熊？ hip 熊，迄熊吗？翕相，对对对。答对了，哦，这里马上记的 hip 吼 hip，大哥，我刚才是天才呢，你天才你天才哇，没有我别讲诶，我有我唔影知道小道的台语才搞。这厉害。我有练啊，但是伊在戏内底演一个是袂晓讲台语的人。系啊，够痛苦。我之前要演台语讲作好的戏，所以我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逐工拢练较好。啊，即马台语讲了算袂歹啊，啊，毋过我要演台语讲作烂的人，所以我排戏的时阵，因拢讲小豆你讲上好啊。好，一个茶啊，什么？我抄啥？你知影？豆茶啊，迄是啥？豆唔对，不是吗？哎呦，开头，茶啊，什么茶啊？超茶啊，燥茶。那个度就是有点像度的感觉吧？哦，辣茶啊。辣茶辣啊！茶啊，哎，台语700字，台语的700字，教育部出来。各位朋友啊，辣茶啊！你国小来这样看得到？够啦。啊，国小，你看有吗？国小爱搞。你看有吗700字啊？有影吗？有啊，即马台语的这教学测验的迄个。哦，所以讲吼，你若是看到这里啊，大家莫紧张吼，来，哦，这我知。来，我有甘乐，甘乐。甘露，我也猜甘露。耶！那答对了吗？艺术是什么？甘露就是陀螺啦，啊没啦。战斗甘露，正道甘露，千里行，千里行，千里行是啥？千里行。千里眼望远镜啊，哦千里镜啦，啊哈，千里眼是拢你啊，千里镜咱啊。电力选的字拢伫这个教育部的台语700哦，咖喱笋，哎呦，哎呦真的吗？对对对对对马铃薯哦，字。马铃薯要这样写哦，按那写哈。我都是教人笋，教人是也是对的，嘛是无唔对啦。嘛是有安尼写哈。我叫下孙那还顺呢。咖喱来，啊，我知，我知，啊，这是比较一般讲哦的，哎，细修啊，对。哎，零食啊，小零嘴啊，哎，对对对对对细修啊，对对对对对对。细修啊，细修啊。咱白戏定定咧食的。哎，就这对都，白可丽姐就这拢大刚拢炸混嘿，吃。可你就大家拢摕足济足济物件互人好食。，这个简单啊，嗯，这不用我们讲了，哎，大家知影拢会再下出来哈。敢有人会着，这是一定有较吧简单吧？太简单我1分钟。那个安尼这是我们等一下这是爱，这个是做简单。哦，这个这呢，简单。对啊简单，看能头前能力。起面啊，起面啊起面啊，起面啊，无对。牙刷，嗯，我大家拢讲孙可芳的台语很好，小豆好强。感谢感谢，姐姐有练过，小朋友爱哥哥嘛有练哦。过。来这条，这简单啊，哦，足济人惊的。嗯，鸟气，马龙讲鸟鼠对无？对有鸟是气，鸟鼠啊鸟气啊醋跟气都会都会啥。拢会使。嗯还有，鸟鼠。 ，OK，好，这十个。厉害厉害厉害。恁平常时啊咧排这个台语的戏的时阵，字都毋是安尼写好，其实。有哦，阮排戏进前有去找台语老师，啊，台语老师伊互阮看迄个文字的部分，拢是用安尼写，啊，佫较难的。所以讲恁所以看过通读剧本拢读无，你读本的时阵啊，有感觉讲倒一字敢若较困难，每一字拢读。一字都困难。比方我想讲说呢这，敢是中文看无？咱迄个字是写随喝随行嘛，啉水的啉嘛，喝嘛，还叫画。画画啥的画，画水的简单的画，水水画水行，水画水行。足济字拢。就这里拢是像迄个台语词典共款的迄个台语字啊。是，有人讲10条这样有这紧吗？嗯，对，就是这么快。那我们要出20题吗？啊不，我们来电话拍一个台语公看蛮好，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啊，不过啊，若是讲像安尼的话，恁当初接到这剧本的时阵，第一时间是安怎想的？我感觉我毋捌看过即个
主题的戏嘛，嗯，因为剧场捌做过这个题材嘛，对啊，我就感觉真好奇啊，而且我演音乐剧的时阵是10年前啊，哦，哦，这里酷啊！对啊，迄当初个少年的时阵啊，佫会跳，佫会唱的时阵啊，你今麦老做高跳，我即摆跳，但是你不是哎，你要跟他输嘛？摄影师刚。你们说嘛爱跳呢？你要输嘛爱跳。哎呀，跳噶，来，我们请那个要输跳机。阮咧第一条歌的时阵啊，是算开场嘛，开场迄个歌舞吼，跳完后规身躯干，衫拢淡去啊，对啊。啊，啊，是讲会喘呢结束安尼。无啊，第二场煞我就去哩啊，就变那边输啊，哦。啊，当时就开始爱练卖喘，无迄个麦克收落去咱。其实即摆舞台的设备较好吼，你看着即个足有的声拢收会入去。对。对啊。你演要不要输？你演。伊演一个迄个。哦，我演做好秋月秋月啦，是一个做爱看电影的查某囡仔，伊做爱台语电影，啊，毋过伊袂晓讲台语，伊是因爸爸是军人啊，所以因兜是讲国语的，所以伊想要做演员，啊，毋过伊袂晓讲台语，就想静静的孙可芳安尼。啊，伊去 audition， 伊去迄叫啥甄选，伊去甄选的时阵的公众烂的台语，安尼，啊，后来的请买票。简单一句话啊，伊就是女主角。无啦，女主角，男主角。爱开真侪时间去。逐工啊。去练对啊。所以讲，恁伫厝里拢安怎讲话？就是讲，即个角色伫厝里，诶，讲话的口音。你讲我家己练的时阵？不，就是说这个角色啊，假如说跟将军在家里的时候都怎么讲话？哦，是无演到这啊，毋过我家己做功课是叫现场做侪袂晓讲台语的演员，讲互我听，叫因讲我的台词互我听。现场内底上袂晓讲，上最不会的上袂晓的。你若是要找这面的，找这个人的时阵，要找什么人？阮做剧啊，制作人就袂晓啊。王希文，伊就袂晓讲。在 Q 你。王希文袂晓讲。他们各位都厉害啦，伊刚开始原本完全不会。啊，学到即摆拢听有买讲的。啊，我就听因讲的迄个腔去学讲啊，我袂晓讲台语的时阵是安怎讲台语。有一句啊，我咧戏内底听着直接害头啊。莫金头。莫金头，听起来好像有在摸那个馒头那种感觉。但是头跟头就莫金头。他伊就爱学一个袂晓讲台语的查某囡仔呢。因为我即摆已经袂记得我以前袂晓讲台语的时阵是安怎讲的。对啊。系啊。这其实有淡薄仔迄个。敢若学迄个脚踏车共款啦。对啦。你学样你就袂晓。啊，即摆要袂晓骑脚踏车就较困难。较困难。对啊。所以讲，其实伊的这个台语是无问题，但是即摆要演做袂晓讲，其实。啊，佮爱唱歌跳舞啊，这三个物件加做伙就是做想要死的。恁才是蛮严重的。内底的音乐是丁编曲还是专心的歌曲？拢有。大部分是大部分拢新的。哦，这出阮做叫做原创华语音乐剧嘛，但是应该讲原创台语音乐剧啦，因为大八成拢是台语啊。啊，毋过做这嘛是有改编啦。啊，敢有参考迄个较早的老歌？有啊，有。因做足侪功课的，足侪因。就是讲迄当中的台语歌差不多会安那写。嘿，啊，看因迄时阵的台语电影安怎演啊，佮看册啊，看足侪资料。演歌迄个形式嘛有啊，日本演歌的。是。啊，佮改编足侪歌曲的曲风。有一句叫什么？哎呀，袂记得啊，老啊。迄个孙可芳的台语是倒有因口音，我感觉真好听。我台南人啊，所以我以前袂晓讲台语的时阵，就足凄惨的。大家拢讲你哪有可能袂晓讲？我说哦，这种霸凌。对啊，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拍戏嘛，所以讲这个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唱跳的呢。差不多。王希文做的音乐剧吼，我以前看过《木兰少女》嘛。啊，佮包括因迄个风细月迄个，那英文要怎讲 ？Cabaret，伊个 Cabaret 较成迄个即兴的，就是现场甲观众互动迄个的。无伊嘛是有戏，嘛是有角色，啊，但是较
freestyle，就是较互动安尼啦，即兴。啊，另外木兰少女伊是做音乐嘛，啊，木兰少女是我目前感觉是上会使代表咱原创华语音乐剧的一出戏。嘛到做者所在去演啦。新加坡啊，啊台湾啊，啊到即摆也是我的第一名。对。所以讲，其实对你来讲，体力敢会袂当负担。我还好。我在练习，就即摆就是有闲就去跑步啊，去跳绳。为着要甲规厝演我。较有体力，啊无上半场演了就差不多，差不多。往性啊，要往性啊！你讲咧大时阵啊，上半场演了未？我是开场迄场，差不多要往性啊。开场啊嘛，差不多的意思吧。因为阮拜六爱演两场，拜六第一场吗？我做恐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啊。对啊。所以讲这其实嘛是算体力的迄个体力活。对啊。音乐剧其实比话剧搁较忝嘛，因为搁唱搁跳嘛。所以讲，这个这本时阵，刚刚讲这剧情实在是太精彩，无来演拍摄，演了才发现讲，这么跳。没有做剧场的，毋做好势。做剧场的拢会去挑战自我啦。是。大家拢做欢喜啦，其实做听毋过做欢喜。松听，对。像内底有其他的演员嘛，像恁刚刚行上演员啊，演起来较趣味。可丽姐啊，我叫伊姐拍谁来？可丽啦。可丽姐最厉害的。伊是内底演的是。我唱足好听。伊演一个大姐大，叫文峰。伊本人人有够好，啊，逐工送来个食物件，啊，毋过伊上戏的另外一个人够厉害。大姐大嘛，属要跳舞吗？哎呦，一个 sexy 安尼。伊到尾就算讲参与拍电影嘛吼，就敢若像迄落算讲较有势力的人，啊，就会讲我捌一下电影，迄当阵电影长好嘛，台语电影。大家人拢是讲迄个，大家我拢捌电影。系啊，制作人就去找斗相共嘛，总资金嘛。伊就讲好，安尼拍电影有3点上重要：卖点、笑点、漏点。哎呦，台语片有这个漏点了。无啦，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做甲足粗俗的，所以伊就敢若编剧共款在边仔讲即摆创啥，敢大姐大安尼在画。对，因为当初台语片拍片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平均7到10天就爱结束。对。因为胶卷太贵。而且伊迄落市场的需求量真大，一年300几出啦。对啊。其实即摆台湾，其实即摆印度嘛，差不多一档3到400出嘛。就差不多是迄个时阵模式啦。是。但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即摆是用数位较济。是。但是迄当阵用黑白胶卷。对，胶卷拍片，我阁有拍过嘛，像迄个《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迄个时阵，迄足恐怖啊，一笑咧算啊，系啊。演出的压力足大嘛。足大啊，足大啦。对。伊迄底片，你一开就一秒就走24啊36个，24嘛吼，直接走啊。急嘛安尼啊，因为但是像你无经过迄个年代，你敢会去做遮参考的？因为我进前演戏有演过这个年代戏，所以大概有一些概念啦，就是迄时阵嘛有做一寡功课，啊，毋过接即出戏了后，我嘛有家己去查资料，就是查台语电影的资料，佮有迄时阵的一寡影像。对。有一些影像，迄叫啥？差嘛，台语雄比出来，电影的纪录片啊。像纪录片又重新再修复版。嘿，我有看迄，佮有因嘛有互阮一寡资料甲册。所以讲，嘛是有迄个大家徘徊咯。哇，足好笑诶！刚穿迄个动物装，你知影大家徘徊咯啊？因迄衫啊，因为当中拍可能10天嘛，即10天个衫要哪洗？腾落来了水洗，再下水拍打，马上清啊！只有一丝尔。哎呀！我大家若有兴趣吼，会使去像个网络顶管啦、YouTube 啊啥去找遮资料。就资料通看。台语电影真侪少年朋友无熟悉。对。吼，你会使。我看过啊。我是捌看过啊，所以会使看嘛。台语电影肯定剩甲头吧？台语电影我细汉的时阵，佫一点嘛，迄当阵拄转国语电影。你看诸葛亮嘛，不一定讲
主导各位电影嘛，无一定全部台语啊。无，即马无。对啊，所以讲其实迄个年代是一个对咱来讲，对少年辈来讲，足神秘的年代。啊，想要参与伫这个年代当中来看这出台湾有一个哈利坞。对，啊，要去倒位来找这个门票？门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我们买当先去风戏乐工作室的 Facebook， 风的是起笑的风，你看你讲那怪怪，戏的戏的戏，看戏是疯子的戏，乐的是音乐的乐工作室，风戏乐工作室的 Facebook。还有两厅院售票系统。对，6月14号开始连续3天，伫台北市的城市舞台呢，当看到一出台湾有一个哈利坞，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抗年代台语片的这个风调来当看者。当然是有，你是对这个拍片的辛苦来讲嘛，吼。对，其实内底咧讲，规个迄个电影的产业为上好的时阵开始慢慢啊转变国语的电影时代，啊，这群人是安怎在电影内底找到未来，找到那热情。是，所以讲啊，请大家若是对这个物件有兴趣的话，赶紧即马就两厅院售票系统啊，即马对，你给我看掉，两厅院直接。紧买票，因为毋是阮咧夸张，真正要无票啊！足欢喜的，谢谢大家。是票买了啊，要搁甲咱价格来讲。好，哎呀，有要甲咱价格大家通知。对，好，今日先多谢两位来到现场。谢谢，那当然，这个后礼拜就是好各位大家若有时间来等到这个城市舞台来看这个戏。台视对面。伫台视对面。台视对面。真那栋哦。有时候我看迄栋唔知是啥，迄栋就是慢跑的所在。边啊，底下边啊。体育馆边啊，体育场边啊，对啊。体育场边啊，迄个是城市舞台。社教馆，一在社教馆啊。哦。今摆叫台北城市舞台啊。就是社教馆啊。哇，好本嘛，当长知识，多谢两位。谢谢，多谢大家。